好文伟底边还佫有古照造型，象征好好生活。并过来是警察制服，虎爷圣诞节天，香火上旺的行政宫，江台南市警局第5分局推出限量800个吊水的小心意，给我们这个台南市所有的居民一个祈福，也透过这样小生意的活动能够让这个行车安全。虎爷会当讲是相当灵性，唔那互看做是价钱的财神，也佫是小朋友的守护神。行政宫照管咧举办客户活动，8只细尊的虎爷婚礼非常古锥，有信徒趁着圣诞，甲虎爷请回去，尽煞买伊上爱食的贡品。他每年生日我都会把他请回来，麦当劳是他最喜欢的，他给了我5个圣杯子。我每一年若咧去虎爷会使讲真正村早昏就要到150位。6月7日除了是虎爷生日，嘛是天空日，相传是玉帝开天门，听信众心愿的日子，因此开启玉皇宫的参拜人潮嘛相当的多，也佫特别把两炮对三都内底当中摕出来拍。一日拄下完落来吼，袂输讲来祝福，来甲大家安慰，来互大家迄个信心会当来改善。庙方也佫以义卖保温巾的公益活动来彰显玉帝下凡庇佑众生的好生之德，甲所得全部捐予学校，也是弱势族群。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